Hello，我係香港美聯嘅 Kathy，依家同大家去睇一個天賦海灣嘅銀主盤。呢間屋呢，就係1565尺，可以望到海嘅銀主盤。先睇下個屋嘅環境，呢邊望到海，露台都幾大下，長方形嘅客飯廳。非常之闊落，應該都係有4米闊有多噶啦。大門口入嚟嘅右手邊就係一個好大嘅廚房，實用面積1500有多，真係夠大。呢度有個工作平台，呢度就有個工人套房。可以擺2個雪櫃，真係好大個。房分咗兩邊嘅，左手邊係一個主人房，門後邊係套廁。浴缸加淋浴，然後個地板要處理一下，加一排衣櫃，係大衣櫃。景觀同客廳一樣，喺呢個方向都可以望到海嘅。擺一張1.8米嘅床都仲可以3邊落床。呢度就客廁，呢度應該係做咗書房或者衣帽間，有好多櫃。呢一間房就係睡房，景觀就一般般啦。呢間第2個套房，呢個就有窗啦。記得點讚關注哦！